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11，诗篇18篇33节安尼讲：伊予我的脚快，亲像龙母的蹄，佮予我伫悬的所在来安稳。三甲来祈祷，赐阮安稳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你是予阮的脚有力快跑，佮予阮伫悬的所在安稳的主。主耶和华，你是阮的气力，你予阮的脚快，亲像龙母的蹄，佮予我稳行伫悬处。主啊，当阮的脚步无力佮往前，当阮的心内充满惊吓甲不安的时，你应允阮要成做阮的气力，也要予阮的脚快，亲像龙母的蹄，通有力来往前跑走。你也应允阮，要予阮稳当来行伫悬的所在，予阮伫你的内面来安稳自在。主啊，愿阮亲像鹿较无溪水，来较无亲近你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的每一天拢安稳伫伊内面，也互咱有气力来跑走头前的路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